也若阿满，伫个代志还袂清楚以前，伊必须要留伫我遮。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待你，恁也会当随时来。 一会再讲。大个，你真正听迄查某人讲的话了，你甲阮留伫遐？我和阿满迄笔钱确实是有问题，代志还未清楚进前，伊甲阿满来留喺遐，这嘛是合理的。毋过大个啊，迄个查某人讲的话吼，毋知会信也袂信的呢。我阵也无记唔对，迄日啊，我去迄个日本人伊厝的，确实有看到迄个模啊。真实的啊？真实。 当时我是无叫伊注意，即摆甲林梦的话斗起来，有影，伊真是无骗。大个，安尼即摆要安怎？这件代志是因为我才来发生的，我有迄个责任来帮助伊调查，安尼嘛会当甲我传落。 我是芳妹要互你食，来，趁小紧食。对我代理，这件代志我真正无清楚，而且甲我兄弟也无关系。钱毋是我兄弟互我，是我伫路上捡到，袂记送去警察局的啦。捡到钱无送去警察局，嘛是有罪啊。我知影，是我家己无当心，我有罪，甲别人一点仔关系拢总无。代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要还我一个人就好啊。 恁的感情真是真心。阿婉，你的兄弟廖尚已经将所有代志拢甲我讲过，当时伊也答应，互你留踮遮。啥？我靠！你免惊，今晚袂先食落去，小等我才豆豆仔甲你讲。 丁光，你爸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是来关心这国库失窃案，是毋是有啥物进一步的消息？也迄个嫌疑犯陈阿满，敢有定出啥物新的线索？我敢毋是甲你讲这件代志，你毋免管。我是烦恼讲哦，你伤过操劳啊！丁光，你若有啥物所在用着我吼，你尽量甲我吩咐，好。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才想要问你。 南门迄边听讲有一间白种真大间，内面所住的人真神秘，你知影是啥？我敢若知影这个主人啊是日本人，但是伊是啥物人，这我就无啥清楚啦。去调查清楚，愈紧愈好。嘿。转出来问烫啊！我看你真是乌鬼啊！
看到啥？这件代志吼，我已经尽着全力去追查过啊，而且经过迄天现场的状况，我做一个判断，肯定就是玉兰花，也就是廖天东所做的啦。玉兰花，伊是啥物款的人物？讲到这个玉兰花吼，伊是一个真出名的大賊股啦。风声讲，伊专门偷摕着日本人的钱财，而且每一届发案了后，在现场拢有留着一罐玉兰花来示威，亲像这个嘛是同款。这个人有影是戆无？我足想要看这个人身做到底是圆还是扁。派人追查伊的下落，进来。是。大英，看到啥？这位是警察局的苏书记巡查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哇，这工艺袂歹，这无俗呢。苏书记上，我这人做人上无爱当冤世家，有话你就直接讲。我来啊，是我的长官叫我来，真单纯嘛。你的长官？是啊，伊叫我来看是啥物人住在遮，就讲安尼尔。大英，这小创啊，少，这唔通，袂用诶。苏书记上，我初到贵宝地，林地青疏，以后阁有啥唔捌的所在，都要请教你。这个算我予你的过问费。啊，这唔通啦，这为民服务啊，这是我的责任嘛，这我的义务嘛，这唔通安尼啊，这。你放心，这钱唔是白白要予你的，这是阮道上的规矩。以后台北城有啥风吹草动，唔通袂记的，爱放消息互我。啊，这安尼无得免呢，无得免呢。啊，阁有一件代志，你袂记甲我讲，恁迄个长官叫啥物名？伊叫做林峰啊。林峰。是啊，伊将日本来台湾，哇，是一位大美人呢。这一个机会哦，我介绍你熟悉啊。安尼就等你来看成咯。啊，小可代志，大丈夫啦，大丈夫。佫袂歹看，这次衫穿喺你的身躯，佫水。哟，好看。人我你管大呀，较悬了。来，手互我。徛好停哦。嘿，穿管大就爱安尼豆豆仔行，安尼才有人叫，知无？我行。我就是没了。阿妹，我看你遐欢喜，无遐衫拢总送你，为伫我也无机会通穿啊。唔通啦，我伫遮吼已经甲你做杂做啊，穿你的、食你的、困你的，这袂用的啦。不要紧，为伫我真少有机会对人好，这无的确是咱有缘。哪了就无客气啊，多谢长官。以后私底下是免叫我长官，叫我凤姊就用的。凤姊。长官，你有啥来啊？廖啥？林国林。歹势，借问阿婉伫咧无啊？你讲，呀，我毋过啦，我找阿婉啦。我阿婉啦。哦，阿婉。阿婉啦！哎呀，老
讲是哦，写是写成入来啦。好啦，哎呀，哎，你去死哎，你去死阿婉啊，你看你这身躯啦，你穿甲安尼吼，安尼花落落啦，啊，佮有哭即摆哩，画甲红起去啦，迄规个面吼，哎，就敢白苍苍啊，啊，佮你喷甲规香水哦，哦，安尼香讲哦，你是想要甲我炸死翘翘的啊？哎呦，人洪志讲哦，现代人拢要去清了。你洪志，你才来几工啊？你叫甲袂出敢亲人呢？你哭啊，你莫生气啦。退下，你袂记啊，少？啊，你著上爱食迄庙口迄肉肠啊，我头壳买几粒，要你好高。你姑诶，你来看我就好啊，搁早物件要创啥？对啦，我知影啦。你即摆吼食好穿好啊啦，根本吼都无甲这物件看在眼内。哼，你讲话哪会行的啦？当唔对咧，你才来几工啊？你看你规个形、规个态度拢改变去啊呢。我阁好心嘛，早这吼就讲这衫要留你替换啦，哈，这肉肠我真正是低头啦。嘿啦，你是低头啦。但我是唔甘认的，连话也袂晓听，你成讲扣到的你。搁再讲，我嘛唔是我嘛过摊就行的人。我嘛希望讲我洪志啊，讲伊找着迄个土地公的贼仔，通我帮我转去替你煮饭。啊，你若要甲再讲，害我误会你啦。啊，你较早唔是拢嫌我破价搁啰嗦？你哪知？好，你即摆发到倒咧注意我。我知啦，因为这2天后无人替你煮饭，摇过头，所以你发现我的重要吼。你咧插话，你咧瞎摆咧。无你的时阵哦，我讲大每一顿吼，大家拢食个真饱，无你哦死袂去咧。你哦，你把我死啊！你去龟啊！你瞎摆啦！说你啦！干嘛？恁的感情实在真好，互人会欣赏。因两个就是安尼啦，熬搭啦。啊是讲林姑娘，迄个白庄的主人已经来台湾啊，这件代志你敢知？苏瑞去上个已经去替我调查过啊，白庄的主人叫做卡杜，昨昏才转来台湾，可能是因为物件拍无去，就急转来。啊你有啥物拍算？我准备亲身来甲行一逝，了解伊的背景。是讲你一个人去会危险袂？我看安尼啦，规气吼，咱分头进行啦。分头进行。我一直无甲你讲，顶一摆我去因厝的时阵，亲像看迄个毛仔甲钱藏斗阵，只是讲迄时阵我无啥在意，就无去摕出来。即摆你阵来去找伊，我来再找机会，搁入去一遍。伊绝对想袂到讲，即摆搁有人较大胆，敢入去伊厝摕物件，而且伊绝对嘛想袂到，你甲即件代志有啥物关系？真好，廖嫂，多谢你斗相共。毋免甲我说多谢，我会安尼做，主要是想要甲阿婉啊较早带倒来。若摕到证据，我随时会放阿婉。免个，你即摆就爱放。这回我需要阿婉啊，甲斗骹手。靠精神啊！哎呀，你也赶快，哎呀！来来，我丢个狗。你有够准时啊！1分1秒都无差呢。开刀上已经出来外口看足济摆啊！啊，伊还佫讲要亲身甲你迎接，我是安尼有罪讲甲无烂，伊才肯入内底等呢。警官，内底请，请。
欢迎欢迎，无出来迎接，是的。我是卡多读大有气，在台湾是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阿妈你遮讲话啊？有啥物吼？你要来调好啊讲，好，来来来来。多少？大嘞，阿璇啊，大家讲者哈。好，这是对啊，唔对啊呢哈？叫我点样来顾？想袂到咱阁有这个机会来见面，咱是毋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来，看起来你这几年来有发展，就袂记老朋友啊。你这个人原来足无情。啊，不过这嘛袂当怪你啦。这几年来，我嘛改名换姓，四处奔波，就算讲你要找我，也足困难，对吧？找你，我恨不得从来都唔捌。莫讲啊，遮歹听啦，敢若我咧欺负你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，当初时若毋是我带你去日本，你敢有惊你的地位上？好啊，你莫搁再讲。我只不过想要甲一个老朋友讲一寡过去的代志。既然你无愿意搁提起，那咱就莫讲啊。对哦，听讲你这个来台湾是来办一件国库失窃案件。搁卡哪讲啊？这条线嘛是我牵成的，你莫叫我伫外口咧过门啦！唉，这卡倒上哦，才真无意思。拢讲过哦，慢头困哦。嗨，你要来这个？嗨。见你啦！你今3點出嚟先正正5排水咋無啦？堅持呀！是你叫我處理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，你在打？阿丽娜，歹势啦，我饲条工的啦。好，无要紧。你有着伤啊无哈？我无啦。咱是毋是捌一段见过面哈？哈？我这是卡到上因兜的使用人，台湾话讲了较袂认真，请你莫见怪，すみませんですね。可能是我记唔着去啊。大丈夫，我会晓讲淡薄仔日本话啦吼。你这个台湾哦讲了无好，无要紧，我赶快拢听有啦。大林，这个表的是。哦，原来你是要送物件给阮食啊？哎呀，这个卡倒送也是有良心的啦。来人啊，将咱对日本公娘爱心啊，分送给咱所有兄弟。我袂枵啦，较袂晓食甜的啦吼。大林啊，只是咱总敢要传互你食
无食吼，人心肝会足艰苦的。拜托啊，你一定爱食一块好无？安尼好啦好啦，安尼无我食一个，安尼好。呀等呢，啊，咱着第二遍安尼甲我看吼，我但是会歹势的是呢。哦，歹势，安尼我想过死个啦吼。我袂问你，你叫啥名啊？啊，我着叫，我但是南马的湾哦，Yuki です。Yuki，哎呀，最好，哎，最好，了解阿官，真有真抱歉。若是安尼讲，这个案件还阁无任何线索。假使你若有任何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你做你开喙，袂要紧。真实的，漂亮。你这个，假使咱会当合作，这是上好。啊，毋过你若无愿意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巧巧的人，落过界，有啥下场，你应该足清楚。你绝对走袂过我手中心，你爱记。头头上，原来是猫啊！派人厨房顾好，是。啊，搁有，迄个叔叔去敢是带人来，叫四个顺顺的，看有啥可疑的人物无？是。较多上因兜后饲猫啊！卡头上伊介意猫啊，所以即摆猫仔咧叫，表示伊要倒咧遐，我吼安尼饲猫仔食饭。你开讲一个啦！哎，袂用诶啦，猫仔咧咬我啦，我已经安尼去啦。可是我嘛不你再跟我一直跟你开讲，你会甲我拍死你是呢？阿边啦！大爷，什么代志？你拄则在遮有发现啥物动静无？唔惊，无啦，一切拢风平浪静。安尼你小注意，是受因有啥物阳性人死怪惊到，今仔甲我报告，知无？啊是对啊，唔对安尼哈？我甲你报告，你算啥物？有点，我紧走。叔叔去啊！我讲我紧来转吼，啊若无管你今日就知我伫遮吼，甲你开讲话，伊真正甲我拍死啦！袂啦，恁管家也毋是咧找你啊，搁再讲，咱还袂讲煞咧啊，你是？是啊，你讲吼，你讲啊！哦，坐啦，哎呦！立正，阿官，立正！过来了。
我唔对，真是应援票的无啊！即摆迄个脚道一定起甲噗噗跳，煞来后，等我找机会甲伊交易的时阵，你才带日本警察当场给抓起来，伊就无办法辩解。阿爸啦，你看有得来无哈？你是跟你斗阵？惨啊！一定去互抓起来啊！那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就迄个时阵，叔叔去甲我猪到，我无就用脱身面具来救我，我走出去，我伫观音庙，等要甲面具回下，又不到久我都无看到人，即摆倒来阁无看到伊，那你就表示讲，我来找。对，六嫂，你即摆袂用去找卡道，以我对卡道了解，伊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物，你若要去找伊，还佫另外想办法。照你安尼讲，咱更加赶紧来去救伊。等咱想个办法，面具唔知变到怎样啊？六嫂，你较冷静咧，莫遐尼冲动。万一若有卡道，我甲讲咱是共党的，安尼大家毋是足危险。我袂互卡到知影咱是共党的，所有代志我一个人来担。面具是我的换跳兄弟，即摆有危险，我拼这条命嘛要救伊。六嫂。回来。道长，这我检查过，身躯顶哦，拢无任何物件啦。会使走啊？嗯？伊安尼就无代志啊？我意思是讲，你会使走啊，伊留落来。嘿，伊是贼仔呢，伊唔得用当咱个。哦，规定哦，伊也无偷摕到啥物件，你家己处理就好。哦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你还烦恼我，安尼好。哦。讲，是啥物人派你来？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唔通敬酒，唔只想要食下酒。顶一届的代志，是不是换来恁做的？你先到了，想要做英雄，无爱讲话是不是？好，我就将你活活拍死。我唔信，你袂交出玉兰花的下落。人若是死去，咱就无认责啦。去杀钱，我讲过两来。是。你放心，我袂搁再拍你，啊，不过我嘛袂互你伤苦过。假使你若想要讲，就对一下头，我会互你机会。假使你若坚持不爱讲，我会互你连一句话讲袂出嘴，嘴甲表开。随我。
来救你，我去，随我。杨兰花，你来啊吼，骹手阁袂歹。这个本事对我才看待，无需要伤害无辜的人。好，我有话嘛直讲，我嘛无想要甲你起骹动手。一句话，你敢嫌我就放恁走。我人已经伫遮啦，免打讲条件啦。遮尔大的口气，既然你敬酒无爱食，要食饭酒，安尼，马上请钱较紧。你讲，你我本来是田无沟，水无流，是你家己要踏过我的地盘来了无？啊，毋过我会留一条后路互你行。假使你若无领这个情，后果是安怎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洪姐，你先去困啊，叫我来等就好啊啦。我免哪困入去。刘三甲咪几位着要甲我斗3工，到即马还袂转来。假使若有啥物办法，阿婉，歹势啊！洪姐，咱即阵代志嘛袂用怪你啊。啊，我相信吼，阮咪姑的伊心肝遐尔好，天公伯后一定会保庇伊平安好转来。啊，佮有救人吼，对阮顶下来讲吼，比食饭搁较简单了。咱一定要对因有信心才对。教官，刘三转来。你来，啊，咪姑的。你这无甲咪姑的救转来哦。即马只有一个办法，要当救美姑。卡都讲，叫我甲某啊，摕转去换美姑转来。王姐。无啊，若真是交互伊，伊敢就会放咪久的。这是较大的要求，嘛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我叫卡到形甲真凄惨，我要救伊，煞害卡丢了之前。王姐，即摆人命较重要啦，只要今仔日互伊去甲咪姑换转来，以后我一定替你甲脚肚上量起，安尼好不好？话个。刘三，我知影咪姑甲你是生死之交的朋友，也毋过，请你了解我的苦衷。万一为着要救咪姑的，若有啥物失角差，咱今仔所做的一切，敢是拢白费？王姐，我想袂到你会讲这款话，啥物为着要救咪姑的代志拢白费。今仔日若无阮来斗相共，免有啥物无啊？我只不过是要摕物件去救人尔，啊你讲算超怪心？阿婉，你敢知影无啊？若摕去互伊，人家要搁摕倒转来，就无遐尔简单。我知影我安尼做，恁对我袂谅解，要不过救咪姑的，咱会用另外想办法。我无爱听你讲遐尔济了，我即马敢若知影，有无啊？叫我倒来换咪姑的倒来。到时阵脚肚上的若掠过，等咱若想办法想好的时阵，咪姑一定互讲到变人古怪啊啦！顶下你讲话啦！我讲了真对。你这件代志，从开始我就应该想会到，只是我这个急，顾前无顾后，我想要冲你，实在真是的。美国的代志，就免你麻烦，我家己来想办法。阿婉，行，咱来等，行。
阿财，长官，有啥物吩咐？去订船票，转来日本，愈紧愈好。是。观世音菩萨，伊保庇我咪姑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好无？我阿母呐，孤单日子已经过足久啊，就尔无简单才当甲因团圆。千万都唔通互咪姑啊，亲像点好啊安尼。啊，若无我实在是无头忍受，失去一个兄弟啊，伊款痛苦。观世音菩萨，你有听到我咧甲你讲话无？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保庇我咪姑会当平安倒转来。我求你，我拜托你。长官啊，你要转日本啊？安怎？你有意见？我要哪会有啥物意见啦？只不过是吼想要突然啦。啊，你才来无几工，啊，讲要转去就要转去。日本方面有代志，要我等去处理。啊，你咧查迄件案件要安怎？我还搁咧调查中。也若查那某迄个查某囡仔，我确定伊甲这件代志无关系。我已经甲放弃。啥？放转去啊？我敢袂用做主的。哎，免哪会啦？长官，你安怎做吼？我也双手上较赞成。我先来袂用。啊对了，长官，你有一张电报，歹势，即摆较伤着。阿财，长官，船票退掉，准备车。来。歹势，这届是我的新郎，嘛一摆绝对会。你毋是新郎，你是调工的吼。毋是，八家咯！你探听者，小金拖沙咯，今日是何地人物？歹势，一来就互你看到这款场面。啊，毋过安尼嘛好啦，这就是反背咱政府的下场，你要谨记在心。嗨，我绝对唔敢做出对不起政府的代志。报告督察，应援票无啊，我已经找到，我准备要甲伊送倒来。你以为你的任务已经完成？任务有够巧，嘛有够精，但是做代志就是虎头鸟鼠尾。连斩草爱敌军这个道理拢唔懂，他都头提无啊，本来就爱死，我趁这个机会将伊杀死，然后世间要创啥？是毋是你的旧情人？你心会痛？我甲脚头有代志，你拢知影。你骹手咧比啥物棒？目睭受者就知影。嗨，我了解督察的意思，我会找机会下手。看到真正，将咪姑甲我叫出来。嗨，小金屠杀咯，总统府的铁牌，消灭匪徒的大总管，也是台湾的拍电影专家，台湾分出来顶啊，
一支一支。公公白。真是罕行。我掠准你袂阁踏入这个大门一骹步，是安怎？哪有时间来看看这个老朋友啊？我是送这买来互你。这件代志，你拍算要安怎？有人向我密告你用银票，将这个帽仔来交互我，也搁讲你掠伊的朋友做邻居，我都无带人来抄你的厝，也搁送这半瓶的帽仔来互你。你讲，我是什么意思？那呢？你是决定要跟我合作？这敢毋是你所希望的？无毋对，啊毋过你转变了遮紧，我感觉足意外。这甲你前几工的态度完全是两个人。还是我想清楚。你讲对，一个查某人要踮咧社会甲人徛起，毋是遐尔简单。竟然我即摆有遐尔好的呛数，我是安怎毋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？我家己的日子过一个较轻松的，嘛免定定得失着老朋友。这个了解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回来我的身躯边，这几年来你失去一切，我一定好好报偿你。好，你讲，这件代志咱要怎处理？你先甲林志放入去。会使。面具甲放开。是。我来，咱另外一边无海。我要留踮我的身躯边。我惊你亲像较早共款，无声无息，对我的身躯边搁再逃走去。就是这样子，我来将阮大讲出来笑。我甲你讲，就算你喙齿甲我挂掉，我也袂讲的啦。我是啥物人要挂你的喙齿啦？给我吐水！小蛋，你到底是要变啥啊？变啥物吧？我要你即马马上消失了！大海，我真正无得记你最后一面。奇怪啊！要放你走，你是担遮落雨啥话啦？